好似啊，你好難去講話佢係乜嘢顏色，唔知啊，都唔知你講真定咁假啦。應該係咁樣嘅，公唔公平啊？呢個社會無奈咯，麻木自己咯，機械咁。相對講就係話知錯未？知啊Sir。一上嚟咁樣係啦，本能反應嚟，麻木自己要將自己變成知唔知錯啊？乜嘢啊？都係錯，都係自己都係錯咁樣。佢叫麥爾瑪，10幾歲曾經犯事，住過沙咀懲教中心。佢話嗰度就好似落地獄咁，而相對坐監簡直就係天堂。叫密爾馬紋身師啦，咁比較係叫做心靈治療係㗎。其實你紋身本身就係一生一世嘅，點解會紋上癮？就係嗰個過程冇真正去了解。結婚離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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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紋完又改圖，紋完又改圖，或者不斷紋，就係因為尋覓緊裏邊內心有一件事情。有個女強人，佢開頭就話：想喺心口或者腳眼嘅位置度紋佢個女個樣或者個名。原來離咗婚㗎啦，成日都要工作，即係啤啤熊咁樣喺紋喺佢手臂。原來佢個女咧就成日攬住個啤啤熊瞓覺，個女就可以攬住佢手臂瞓覺啦，佢自己心靈上面嘅一種嘅安慰啦。大個啲佢個女更加明白媽咪其實好唔中意啤啤熊，但係都會紋啤啤熊嘅原因咁樣。而麥爾瑪都又唔係隨隨便便真正源於自己生命嘅紋身。背脊嘅一個十字架，唔係耶穌釘上去嗰個，而係我自己嗰個，同佢同死啦。我要殺死好多個嘅自己，好多做錯同埋做得唔好嘅自己，我自己嘅十字架嚟嘅。落地獄竟然係因為一出世就被逼逐步行上天堂嘅階梯。當時嘅麥爾瑪話，感覺好似被囚禁一樣。喺基督教家庭長大，點解屋企要我信我就要信啦？係咪嗰樣嘢係人安排俾我嘅啦？生活嘅環境係我成長嘅環境，係咪有一種無形嘅囚禁俾我咧？我一個中學同學就介紹一個大佬俾我跟，話我襲警，熄晒燈啊個球場就洗太平地，咁我就做得特別激嗰個。14歲太細個，冇乜能力去可以襲到警，警司警戒，反抗咯，長大嗰啲要反抗。查身份證嘅時候冚頭埋牆啊，掉身份證落地下。當時嘅我係好睇唔過眼，比較憤世嫉俗啊，好唔中意一啲嘅制度啊，或者佢哋嘅處理方法啊。直至有一次，本來遇到小事想息事寧人嘅佢，竟然因為心中對差人不滿嘅怒火爆發，口角後出手襲警，終於開完支援翻嚟就又唔係隻抽咩，群州撳晒落地下咁啊，跟住就叫做伸縮警棍嘅年代嚟㗎，打穿咗個頭嘅，又花晒啊咁樣嗰啲咯，嗰單入咗沙咀咯。嗰度就係佢口中嘅地獄。咁喺壁屋拋2個月，好模糊地去同我講，去到硬淨啲。但係指模房啲人咧，企喺度對住埲牆，咁有個阿 Sir 打嗰啲唔知咩字，我想提一提，咁就有人兜嘢又拍落嚟，望乜嘢啊咁樣，少少想講粗口嘅表情咁樣，啲保安即刻嚟㗎啦。其實嗰陣時即刻跟住個個係咁啊 ，sorry sir 咁 ，yes sir，sorry sir 同埋 thank you sir， 同學。被打就 sorry sir， 自己做錯嘢咁要找數啦，咁就 thank you sir， 係非人道啊！好肥嘅你會好大隻，你好瘦嘅出翻嚟都好大隻，好 fit 咁樣。勞教啊，即係你唔係步操，你 PE 係好勁啊嘛！沙咀4式咁樣，個掌上壓就1、2、3、4咁樣。呢個形式係用一個他律嘅方法，令到你有個紀律啊嘛，尊嚴被去叫做置諸死地而後生。反思翻所謂嘅囚禁或者懲教嗰陣時你嘅經驗，其實係對我嚟講，因為曾經落地獄，佢話相對坐監簡直就係天堂。坐監我係天堂嚟嘅。如果對比就天堂同地獄啦，喺荔枝角拋咗8個月，好自由嘅感覺，即係
除咗冇異性之外，冇一定程度嘅自由之外，係有翻人權咯。喺沙咀就最恐怖，寫封信都唔自由啊！原來懲教先係煉獄，正常嘅監禁已經係有自由同自在好多。講到呢度，唔知嗰啲最近被收監、知法又犯法嘅犯，又會唔會真係好似麥爾瑪咁喺天堂度好好反省呢？即係喺嗰8個月係成本聖經可以睇得晒嘅。我自己點解會走到去呢一步啦？覺得神係唔會原諒自己。攞條牛仔褲度吊頸，原來吊唔死嘅，同埋你真係會唞氣，你自己自然反應就吊頸都要唞氣，跟住哇你做咩啊？跟住我話死啦，你有我要密爾瑪啊嘛，祈禱啦你咁樣，我祈禱，我神會原諒我祈咩禱啊？我由細睇到你大啦，你成日出入差館噶嘛，攞咗條鏈出嚟，我都係基督徒，就咁走咗喎，想喊噶啦嗰陣，我要離開呢個世界啦，我唔玩啦，好辛苦啊，唔玩，係上唔到天堂定係點樣都好，我要死啦！開始咁樣去祈禱嘅時候，喺我發現我心靈裏面深處嘅時候，有把聲音同我有個感覺同我，佢話佢好愛我，咁開始啊喺嗰度喊，同埋睇翻自己好多做錯嘅事，就由嗰個位開始正正。真正嘅囚禁，有時係喺你嘅思想裏面，而失去最基本嘅自由，亦唔代表你識得反省改過。見到自己要背負嘅十字架，唔好以為監獄就係地獄，因為你可能冇資格喺地獄度問翻天堂。最對唔住嘅就係我自己嘅仔女，結婚到離婚，可能我冇做到一個好嘅爸爸咁樣，家庭去破碎咗，咁好對唔住嘅就係仔女啦，係啊。有冇見嘅？而家少見。比較少啲。如果想同自己講嘅，做好自己啦，係咯，做好自己啦，同埋從我自己嘅工作上面啦，少見或者各方面冇得成日接觸嘅時候，都可以喺唔同嘅途徑知道爸爸嘅嘢，或者爸爸去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達係點樣，同埋可以表達到其實都爸爸係愛佢哋嘅咁樣。你都係嗰隻同人。係啊，喺裏邊係啊。